巴黎奥运伫7月26就要来开幕啊！这届除了运动比赛以外，嘛有文化奥运。伫比赛前后是拢总有要我2500项艺文的表演计划。咱台湾嘛同款受到邀请，拢总有2组的这个团体要去到法国表演。今仔日副总统萧美琴就为这个艺文团体来鼓励，讲是文化互咱的国家伟大，所以希望讲会当互世界来看到台湾的多元价值。三人关的贴图还是创造焦点，这个表演团体表演马戏的一部分，展现出女性的力量甲美感。因今年也是要代表台湾去参加法国文化奥运的表演团体之一。这届的巴黎奥运除了运动，嘛特别强调文化。台湾计共有22组艺文团体要去到巴黎进行60场演出。拜三副总统萧美琴也来为这艺文代表受大学定数鼓励。以往台湾在奥运的参与，大家比较关注是在运动赛事的耕耘和冲刺。那这一次，我们很高兴能见证更多的美丽，更多的艺术。我一直相信，经济让国家强大，而文化让国家伟大。巴黎奥运自7月26开幕，台湾的艺文团体自7月27开始连续10大天，会伫南威的园区内底的台湾馆进行表演。今年咱国以自由之声、都市风华、当代新艺和世界共融4大主题，包括秀琴歌剧团、阮剧团、原住民歌手阿宝，也有变装红袖尼菲亚等等，拢会有表演。看到这次的团体都是在台湾各个不同艺术团体的精英，然后包括舞蹈、包括戏剧、包括等等音乐，然后我们只有从这样的表达去区隔我们跟其他国家的不同。我们也很期待看到台湾文化在巴黎。很多法国人对台湾文化有兴趣。台湾加油！谢谢。文化部表示，这届的文化表演，若是要甲咱的台湾选手応援，嘛望甲世界分享台湾伫咧民主自由、性别甲无义等等多元价值的实践。记者卢尚珠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